好，第7題，設 A 係一個勁長嘅數啦，我哋要求 A 出嚟。咁你見到入面4個數都2023、2024、2021，呢個就2025、2020、2026，好似差唔多咁喎。不如我哋試下將佢哋用4個數用同一個未知數嚟表示。我哋首先將前面呢個設做 B 啦，咁後面就呢個咧就會係 B 加4啦。呢個就會係 B 減1，最後面呢個就會係 B 加5。我哋就可以將 A 用 B 嚟表示啦，等於 B 嘅 B 加4再減括弧 B 減1嘅 B 加5啦。跟住啦，我哋計咯喎，前面 B 2次再加4B， 後面啦我哋分開睇 B 減1嘅 B 加5拆出嚟啦，中一嘅知識呢個係 B 嘅 B 加5再減1嘅 B 加5，等於 B 2次加 5B， 後面就係減 B 再減5啦。好啦，計落去 B 2次加 5B 減 B， 即係 4B 啦，加 4B 再減5，將呢一個寫翻落去呢一度，即係話佢係減括弧 B 2次加 4B 再減5。咁樣嘅話，將個減拆咗佢先，將個減拆咗佢 B 2次加 4B 減 B 2次減 4B 再減，即係加5。OK，B 2次同減 B 抵消，加 4B 同減 4B 抵消，答案係5。而呢個就係最後嘅答案啦。多謝大家。